现代台语版圣经士师记第17章，有一个人叫做米迦，住伫以法莲山区。伊对老母讲：“你1100块银，互人偷摕去，你甲迄个人咒诅，佮讲互我听。你看，遐个银伫我遮，是我摕。”伊个老母讲：“愿上主赐福我个囝。”伊就将迄1100块银还伊个老母。后来伊个老母讲：“我要将这个银献互上主，互我个囝通去一仙身上，佮煮一仙身上。等我将这个银交你。”米迦佮将遐个银还伊个老母，伊个老母就用200块银，互拍金师傅做雕刻个神像甲柱个神像。这个神像下伫米迦个厝。米迦有一间神庙，佮做以弗得甲家族神像。伊佮甲伊一个囝设立做祭司。迄时，以色列人无王，逐个人拢照伊看做对个去做。犹大个伯利恒有一个少年人，伊是利未人，暂时住伫犹大支族个地区。伊离开犹大个伯利恒城，要找一个通徛起个所在。伊来到以法莲山区米迦个厝。米迦问伊讲：“你对叨位来？”伊应讲：“我是利未人，对犹大个伯利恒来，要找一个通徛起个所在。”米迦甲伊讲：“请来甲我住，做我个师傅，做我个祭司。我逐年互你10块银一套礼服甲食物。”利未人就入去。利未人答应甲米迦做伙住。米迦将即个少年人看做家己个囝。米迦甲利未人设立做祭司，伊就住伫米迦个厝。米迦讲：“等我知上主要好款待我，因为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。”